把木挂在那个树上面。拜拜，我们要去逛街了，拜拜。我在看这些艾滋病，我觉得他跟一般人一样，所以我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分别心。我觉得反而更疼惜一点，觉得他们被污名了，然后被误会了。那这个是像我们都会办那个艾滋病活动，基本上2个月一次会带病人去看电影，然后吃饭，就希望他们不要那么闷这样子。很多的妇女。就是外配，他因为感染艾滋，他就没有地方躲，因为警察都一直去他家，卫生所的人也一直去他家，还有各管司，所谓的那个疾控中心的人也都一直去找他们，所以后来他们就都躲到我这边来，所以我也是其中一个。那时候他女儿大概是1年级大。去证明，如果你是被先生，就是台湾配偶感染的，那你就可以留下来。是还好，他最后是因为他先生比他早发病，所以就后来就给他留下来，留下来。但是身份证也是这1、2年才拿到。真的是一开始也不太适应，那心情不好，常常哭啊。他女儿非常的孝顺，小时候我就记得他情绪很不好的时候，那女儿被打得很惨，被捏得很惨。我讲，你妈在拍囡仔啦。就申诉成功了以后，他又回台东，跟他现在一起生活。那一起也是天天吵架打架啊，就是很严重。第2次回来的时候也是逼不得已，等于是山穷水尽，自己身体不好没办法工作，然后小孩又要读书，那边房东也要他搬家。内柔外刚。在外面看起来很坚强，但是其实他心里面很脆弱。他把女儿带大了，就是他最大的一个心愿吧。但是现在他很快乐，我觉得一辈子我看他这个时候是最快乐的。